主后2024年9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怜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8章第10到27节。亚哈斯继位的时20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，伊无亲像伊的祖先大卫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颠倒去行以色列遐王的路，甚至铸造巴力的神像，伫希伦子山谷烧香，烧伊的囝儿献做祭，学上主伫因面前看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，搁伫山头段，逐个山峦仔，逐丛青翠的树下面献祭烧香。亚哈斯犯罪，上主伊的上帝就将伊交伫叙利亚王的手。叙利亚王甲伊拍败，掠伊真侪的人民去大马士革。上主搁甲伊交伫以色列王的手，杀死真侪犹太人。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甲一日的中间，杀死12万的犹太精兵。因为因去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有一个以色列的勇士谢基利杀死王的囝马西亚，管理王宫的阿斯利干甲宰相伊利加那。以色列人掠因的兄弟犹太人，包括妇人人、囝、查某囝，共20万。搁抢真侪战利品带去撒玛利亚。伫撒玛利亚有一个上主的先知叫做俄德，伊出去迎接遐个返来撒玛利亚的军兵，甲因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对犹太受气，所以将因交伫恁的手，恁竟然受气拄天，杀死因遐侪人。当恁想要强迫这犹太人甲耶路撒冷人，无论男女，拢做恁的奴隶，安尼恁敢毋是得罪上主恁的上帝？就听我讲，恁掠来是恁的兄弟姊妹，就放因倒去，因为上主的大受气已经临到恁。对安尼有几若个以法莲的领袖，就是约哈兰的囝阿撒利亚、米色利利的囝比利加、沙龙的囝希西家，甲哈德来的囝阿玛撒，起来组织遐个对战场倒来的军兵，对因讲：恁毋通将这个俘虏带来遮，咱已经得罪上主。恁想要搁加添咱的罪甲过失是无？咱的罪已经真重，有上主的大受气临到以色列啦。对安尼，军兵就伫遐个领袖甲会众的面前，将掠来的人甲战利品交出来。顶面迄4个领袖就起来，照顾遐个受掠的人，对战利品摕衫甲鞋，互熥摕的穿，搁互因啉食，用油甲因抹，互行袂去的骑驴，将遐个受掠的送去棕树城耶利哥因的同胞遐。后来以色列人就倒去撒玛利亚。迄时，亚哈斯王派使者去见亚述遐个王，请求因援助，因为以东人搁来拍犹太，掠真侪人做俘虏。非利士人嘛来侵犯西边山坡甲犹太南边的城镇，攻占伯示麦、阿雅伦、基地罗，以及索哥、丁那、紧索，这个城甲附近的庄舍，搁住伫遐。上主为着犹太王亚哈斯的缘故，互犹太衰微，因为亚哈斯伫犹太南山罪，
培育上主。亚述王提吉拉必会色上来，无帮赞伊，颠倒甲伊欺压。亚述对上主的殿、王宫甲官员的家摕财宝送互亚述王，毋过亚述王无要来帮赞伊。亚述即个王伫危急的时，愈得罪上主。伊献祭互拍伊的大马士革的神明，伊讲：因为叙利亚王的神明帮赞因，我嘛要向遮个神明献祭，互因通帮赞我。毋过，遐个神明颠倒互亚述甲全以色列人民衰败。亚述将上帝圣殿的器具拢集活来，甲因拍碎。伊阁将上主圣殿的门关起来，伫耶路撒冷逐条街路的弯角起祭坛。伊阁伫犹大逐个城起山头坛，烧香互别个神明，惹上主伊的列祖的上帝生气。亚述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列王史。亚述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耶路撒冷城，无葬伫以色列遮个王的墓。伊的囝希西家煞接伊做王。上帝的怜悯，历代志下卷28章记载，亚述接续伊的老爸约坦做犹大王，但是伊无亲像伊的老爸。做上帝眼中看做对的代志。亚述效仿以色列诸王的歹模样，拜外邦的偶像，甚至甲家己的儿女做烧化祭献互偶像，行径极其残忍。亚述的作为连带影响规个国家，互人民陷入罪恶中背离上帝。亚述拜偶像的罪行，引发上帝的生气，所以上帝借着北国以色列的手，大大惩罚犹大国。总是上帝伫惩罚中悠然展现慈爱，愿意施乐怜悯伫犹大人民身上。上帝借着先知俄狄，甲以色列军队讲，毋通甲因俘虏的犹大人当作奴隶。应该讨放因倒转去。上帝有慈爱和怜悯，伊希望伊的子民对待别人的时，也会当有慈爱和怜悯。虽然亚述带头犯罪行歹，互犹太人民也陷入罪中，离弃上帝，总是上帝要怜悯爱护伊的子民。上帝怜悯表达伊对人的慈爱、同情和关怀。上帝愿意宽恕人的过错，互人机会悔改。伫上帝的公义甲慈爱，也伴随着伊的怜悯。咱就亲像犹大人，是需要上帝怜悯的罪人。无论伫任何时阵、甲任何所在，拢需要上帝的怜悯。一位老母分享，伊安怎经历上帝的怜悯。有一日，伊接到学校的电话，讲伊囝伫学校篡改小考的成绩。拄听到的时，伊非常受气，真想要随时冲到学校，甲囡仔带转去厝里修理互粗饱。毋过电话挂断了后，心内有一个声音提醒伊。爱祈祷。当伊伫祈祷中，还想要安怎严厉惩罚囡仔的时，心中阁出现一个声音：原谅你的囡仔。起初伊无真在意，无久以后，原谅你的囡仔这句话阁伫心中响起，伊袂禁得目屎黏黏过。伊想起捌伫册里读过一句话：
父母和囡仔平平是罪人，伫教养中，咱拢需要上帝的怜悯。虽然囡仔犯错，应该甲因管教，也是惩罚，但是伊若伫盛怒中对囡仔施以不当的管教，也是惩罚，致使囡仔的身心受创，失志萎靡不振，迄也会得罪上帝。因为上帝怜悯临到这对母仔囝，无论是犯错的囡仔，也是受气的老母，拢得到上帝的怜悯甲保护，互两者拢无受亏损。上帝求你怜悯，检察咱所犯的罪，无亲像亚哈斯和犹大人民遐尼悍。毋过咱着谨记，罪人就是罪人。咱应当带着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祈求伊的怜悯。爱记得，当上帝怜悯咱的上时阵，伊也要求咱去怜悯别人，免得咱得罪上帝。默想，上帝的怜悯安怎伫我的生活中彰显？我最近伫什么情况下经历上帝怜悯？我安怎实践怜悯伫别人的身上？上帝怜悯安怎伫我的生活中彰显？我最近伫什么情况下经历上帝的怜悯？我安怎实践怜悯伫别人的身上？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无尽的怜悯甲恩典。今仔日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承认我的软弱甲过错，求你怜悯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